中国武汉工商学院系对2015年起始，一位创作者用国体的体名来做主题，然后用树、画图、雕出粉丝来表现。去年中原大学嘅艺术中心团队就加入嚟强下创作，然后推出嘅一本书《安都是非台版》，包出嚟全台湾国体。今年艺术中心主任陈立仪为到展现出韩国传媒彩体意象。伊就规划嘅铁展图说陶冶，希望大家搭帮作品来了解陶冶的故事。啲陶冶不得咧室外洗衫裤系有潜水，所以彩体人都会来呀洗衫裤一道。没有你来洗菜也是看水，还有你就坐伫顺风的太阳树下打嘴鼓，画面充黑一朵花。你要认识一个环境啊，那我们通常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要去体验，体验就是用你的身体走到那个场域里面，然后去观察，然后去了解。陶冶八德的手里是保存在蛮完整的客家中。彩体人总会伫室外也起种，今年中原大学嘅创作团队来到也做田野调查。我是台南人，所以其实我自己对客家的认识没有这么深，所以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晚宴旗的场景，我觉得非常的特别。而且我实际上去查之后才知道说，原来客家人他们不只是洗衣服，他们在这里可以联系他们自己的感情。附近的野环境、传统的宗教建筑。客家洗衫裤的一条人，都是高考人创作受理的元素。在高困难八德，一部分读红的内容有韩国丰富。八日图为人，喺啲陶冶喺啲32年的车文集。背后记录杨雄的遗嘱讲，生活后每项事情都是最重要的一些事情。而希望来看作品的人。做对大鹏一条作品来体验菜体生活。可能小到只是在菜市场买菜，对，那大到可能就是一些祭祀活动或者是一些民俗的活动，我就会把这些画到我的图画里面去。对，所以生活体验其实讲白了，其实是一些很小的事情。除了从我自己生活的过程当中，其实大部分都是我累积很多年的影像。对，那很多的影像呢，可能包含在八德、在大溪等等，我有亲自参与过的事情，那我就会想把它拿进来。一条路是中原大学艺术铁展图说陶冶的展出作品。艺术中心主任陈立仪去年同武汉工商学院合作出版的《是非台版》一本书，用书画出地铺、建筑、都市意象、客家菜体。有按到马嘅面色好色，跟一条图雕出诗来，每则诗都是一种图，大帮诗来了解才体验人文事物。因为在2017年，我们在参与这个智慧台湾的创作团队的时候，我们是以一个在地的角色出发。因为智慧台湾呢，其实主要的工作团队是在武汉的工作团队，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表现了台湾的这些内容跟底蕴，那所以他们邀请我们参加以后呢，我们就把台湾口语的部分放到这个书的内容。有够赞，赞就是好，有够赞就是超级好，好吃的食物我们说赞，超级好吃的就是有够赞。安阳的创意没得到肯定。车文在去年创作嘅一部《赞满章》，得到2018德国风点全体设计奖。陈立仪每间一条创作能量上升下来，带领中原大学嘅团队推出《是非台版》2.0版本，规划嘅图说陶冶铁展，用陶冶是上面行政区来发挥，还加由武汉团队来台湾交流。因为我们的创作团队有不同的年龄背景，然后也有不同的身份，他们对生活的理解的程度跟深度也不同。那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很容易从现在的媒体上看到现代的所谓的桃园的内容，
食衣住行。但是像这种呢，可能你要特别去挖掘，或者是特别去进入，你才有机会去了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作品的话，就是真的就是一个观光客的一个感受。那个陈老师他们团队的作品就是那种很细腻、很细致。我刚才随便扫了一遍，就感受比上一批的作品就是应该是层次又是高一个层次，会更细一点点。180鐵展，陳立儀沒有參加。李桃園出席業儀，負責陶研兩張師。唔單止表現韓式世界的神話記憶，還有以對陶園歸沉的感情。桃園對我來講，它不只是一個地名，那它可能也不是一個空間，那它甚至也不只是一個社會。在桃裡頭呢，那我就從這個桃園的這個行政轄區，從北邊的觀音白沙甲燈塔，然後往下觀音早教，然後這個新屋的蓮園、河園，然後一直到我們八德的落羽松。在園裡頭呢，那我就希望說，把桃園的這個特殊的多元族群的文化，能夠透過圖像，讓大家去感受這裡面的東西。所以桃園是一個有就是原住民，那有本省人，那有客家人，那還有這個新住民，完全族群融合的一個城市。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字裡面去找自己的故事，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一個互動的一個層面。才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層面，所以基於這一個的話，就是這一套系列的作品，它其實還是有一定的魔力的，非常有魔力的。漢詩有固定的形態，大幫創作者能夠發揮各個展現出無相同的美感。同當中的社會文化，認真間幾豐富的都市感情，還有人文記憶夾落去，也就是就韓國感通人，韓家來看的人，也是對行業每雜事都好，像係一場小旅行，對美的素材，如為韓國了解，未會有韓國多的想象。